Hello，大家好，我係黃錦玲，今日好開心喺江南大劇院同我哋陳俊文老師為大家送上一首《南塘劫後情》。呢一首曲目係近年嚟大家都比較中意嘅一首曲目，你又學識咗唱未啊？我哋喺品曲會都有同大家分享噶。然後呢一首曲目今日係我第一次同陳俊文師兄喺舞台上呈現俾大家嘅。今日呢都比較緊張，因為係第一次同陳老師拍檔啦。咁然後呢，我亦都係有幾個月時間去籌備住嘅呢一場演出，所以呢就好想有一個非常好嘅效果俾到大家啦。咁我亦都好想呢喺舞台上同陳俊文老師係可以擦出火花，然後俾到一個最真嘅情感俾到大家嘅。呢個時候呢，我發現原來呢吐字呢係非常之重要噶，喺唱粵曲裏面，因為我哋點樣去將感情交俾觀眾都仲未夠，其實我哋應該係先將感情曲詞交俾我哋嘅對手，我哋再共同將我哋嘅情感俾到觀眾朋友。然後呢，我發現陳俊文老師眼中有淚，係啦，呢個時候佢嘅情感就傳遞咗俾我啦。仲有通過佢嘅唱詞啦，仲有唱字啦，仲有唱腔啦，佢嘅曲情，佢嘅曲聲係感動到我。然後我嘅眼中又有淚啦，同埋我亦都可以將我嘅情感再通過我嘅吐字同埋我嘅唱情再送俾觀眾朋友。所以我覺得想將情感交俾觀眾朋友呢，吐字真係非常重要。點樣將呢一個字嘅形狀同埋呢一個字嘅情緒點樣交俾觀眾？咁我哋可以從字頭、字腹、字尾入手啦，可能都係一個好好嘅方式啊。咁然後通過將呢一個字嘅字頭啦，嵌喺呢一段音樂裏面，然後通過我哋嘅唱腔嘅音調，再將字腹送出嚟，到結尾嘅時候用字尾一收，哇！呢個效果我覺得都幾好玩噶，你哋都可以試下噶噃。如果唔知道每個字嘅字頭、字腹係點樣嘅，你想了解嘅，快啲揾下小秘書加入我哋嘅正字音訓練營啦！我哋喺正字音訓練營度等住你。你哋關注轉發記得啲。